曾经担任台湾面包花甲着纸黏土推展协会艺术讲师吴慧文，因为介意手作的艺术，对学生时代就创作各种主题的纸雕设计，并且学习多元的手作艺术。伫个无意间发现卷纸的艺术，因此家己学习卷、编甲着绕的技术，创造出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好让我们这些手作艺术家可以展览作品，可以被看见。那从事创作其实已经很多年了，那会走入这个卷纸呢，也是在无意中。那当初因为我对纸类的东西其实有20-30年的时间摸索，原先是从事纸雕与多媒材，注意看的话，你们知道我很喜欢那些精巧细小的那一些精致小东西，所以我又学了法式刺绣。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虽然是不同媒材，可是我觉得它有相近的地方。比如说在设计图稿，只是卷纸它可以比较大幅，刺绣它比较小幅。那刺绣方面，它过程其实更久，它小小一幅其实比卷纸的创作更久。要多么的巧才能够卷出这么小，包括树叶、花瓣、花心，连花心的部分大家去看一下那个都是那个用纸卷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即届展出的作品主题姹紫嫣红，运用卷纸甲着绣线的特性，讲出各种的花蕊展现无同主题的美丽。目前这项的展览对今日起一直展到9月25日。南区国税局嘛欢迎对着艺术作品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到场来参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